远食毒赛车行路的民众帮驾驶3个人死亡。中华保险分驻所的所长去互食毒的弄掉，驾驶该有风险羁押。罢免法修正案3读通过，早期犯罪完形社会劳动者会当参选。民进党批评是为新竹市长高虹安留后补。高雄有民众用水果霜挽面，面线哪像去互火烧着。卫生局提查化妆品业者做假货，改票啊背后真相。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2日公视第2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新闻头起先来看，桃园早暗是发生食毒赛车3个人死亡的严重车祸。现场的驾驶拒绝警方检测，逃走的过程去弄到2个行路的民众。这驾驶甲2个过路人拢重伤死亡，驾驶是验出安非他命阳性。也那台中早暗也有毒驾的车祸，2死1伤。另外，这个月初4，中华保险分驻所姓陈的所长去互食毒赛车弄到卡断去。姓施的驾驶本地是无报请回，不过伊煞走去病院，甲人讲是要讲和，引起惊吓。中华地方法院是定开羁押庭，裁定有风险羁押。伫桃园闹热市区，自小客车驶甲摇来挖去，有危险赛车情形。警方沿路63公里左右，在暗时8点，市长嫌犯伫桃园区经过路甲天祥3街路口，失去控制，去弄到2个无辜过路人，并伊抢救了后，赛车路人也佫2个过路人拢不治死亡。犯嫌经过抽取尿液检验，呈现安非他命的阳性反应，并且在现场也查获安非他命还有吸食器等相关的证物。这食毒致死案件造成事故30岁市长的查甫人是桃园市立管的毒品人口，虽然伊抢救了后死亡，不过经过抽血检验，呈现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警方也查到安非他命，也佫有来4只物件。桃园检方随勘验现场来小验调查死因，环保协会也甲律师到庭必要时，申请给扣押保障被害者甲伊的权益。即刻指派检察官联系桃园分局指挥侦办。检察官于今日上午至现场勘验并相验死者。针对驾驶他的财产的部分，我们先做调查，有必要我们也有律师在场，我们会协助他去做假扣押的这个部分。另外，伫台中也发生重大车祸，在暗头6点外，这台轿车驶到台中5侧中华路一段时，敢若甲另外一台轿车比赛进来了后，失去控制，发生事故，造成这个赛车的4个查甫人甲一个姓陈的乘客当场无气，送医了后也是死亡。也车顶另外一个姓陈的乘客人是清楚的，不过喙内快速检查后验出毒品阳性反应，警方也伫车内查出敢若像其他名毒品的白色的粉。一名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中华路北往南方向行驶，因不明原因失控后撞击路边车辆后翻车。本案将依规定制成相关资料，移请交通警察大队分析研判肇事原因及责任。台中检方讲，警已经将4个查甫人检体送检验，调查是毋是有食毒赛车情形，就也伫等待结果。也来这个月初4，中华保险分驻所姓陈的所长，和食毒赛车的4死的查甫人弄到受伤。中华地院裁定4死的查甫人无报请回，引发外界议论。中华地院12早起重开羁押庭，裁定这4死的查甫人该以有风险羁押。伊个复原的状况有较好势无？有即摆拢有法度行迄个助行器。也来警政署长张永兴12日到这受伤的所长引导去看伊，强调支持现场执法的同仁，并且捍卫公权力。家属是讲对地院的裁定表示尊重。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安平去年12月16日早起8点外，一个食酒赛车姓陈查甫人是对粪扫车后壁弄落，弄死23岁查某女清洁队员。案发迄当阵，这驾驶是正讲车毋是伊驶的。警方酒测0.95，超过标准真济。清洁队员的爸母是批评这驾驶无会失礼、无赔偿，态度真恶质。今仔日下晡，台南地方法院宣判，姓陈驾驶判7年9个月。考量被告自己陈述的家庭经济状况，其无酒后驾车前科，案发前确实有使用过代驾的记录。若服刑完毕，会再努力工作，分期赔付给被害人家属等情形。综合上情，国民法官法庭对郑姓被告判处有期徒刑7年9月。没有道歉，没有赔偿，态度恶劣。你知道我女儿往生的时候多凄惨吗？这个影片只要是为人父母的人看到，一定那个心伤千刀万剐。
这件食酒赛车弄死查某清洁队员的案件，台南地方法院一审是判7年9个月。清洁队员的爸母表示讲，无法度接受这个结果，专案也会当上诉。来看花莲免费营养中昼顿，这招标的过程是牵涉多例特定的厂商。检方昨是去查花莲县府，甲副县长甘新忠带转去问话，落尾是裁定100万交保。不想被这些嫌疑人会不会觉得委屈？有没有什么话想说？经过15点钟的侦讯，向移送花莲地检署的花莲县副县长甘新忠点无讲话，检察官复讯了后，考虑到犯罪嫌疑重大，最后伫咧今仔日透早1点裁定以100万交保。本署检察官侦办严姓被告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等案件，于昨日指挥法务部调查局花莲县调查站持搜索票前往花莲县政府等3处执行搜索，查扣相关证物，并通知及传唤严姓被告、劳姓证人到案说明。经检察官讯问后，预知严姓被告交保新台币100万元，限制住居及出境出海，劳姓证人请回。这个案件是伫2023年花莲县国中小学营养午餐采购案，迄时原买2.7亿的招标案内底，拢总有7间业者来参加投标。不过外界质疑的是，县府教育处唔知影是安怎甲原本的标案改做是10个小标案，佮甲原本的限制汰掉，互原底1间因为资格无符合，互取消的业者，最后竟然会当重新投标，而且佮得标。营养午餐的采购副县长他在内部他是负责什么样的业务？副县长主要是负责我们整个全府的这个相关的业务的统筹，相关案情仍待司法查明。那请大家尊重侦查不公开的原则。事实上，检调伫咧今年5月都已经甲县府教育处敲催过啊，迄时佮传唤包括教育处、细路的前科长、花莲县议员吴东升，啊，佮有细德、细料的业者。即马检调佮有第2波行动，外界拢真关心案情敢会小起哩。尊重司法的调查，但是我特别强调，严新章副县长在警察任内这样一个非常优秀的40年的公务员，过去一些重伤抹黑，最后都还他的清白。原来县府秘书长姚中最后是无保请回，检方表示会继续追查，只要有相关的证据，嘛无排除有后一波的动作。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今仔日三读通过《罢免法》第26条修正案，牵涉早期犯罪去互判有罪，就袂使登记参选公职。不过判原刑也是社会劳动的，就会当参选。民进党团就批评讲，民众党是为着新竹市长高虹安咧留后步。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26条条文修正通过。针对公职人员选罢法第26条修正案，12日立法院会商讨，其中第6款增订捌犯早期犯罪危害防治条例，而且捌判刑确定者袂使登记做候选人。本来条例有共识要排除受完刑宣告的候选人小格资格限制，不过甲摆国民党支持民众党提出的版本，第9款加入，不过宣告完刑也是会当直接间接换予社会劳动的自由行者，无受这个限制，要保障轻罪者的选举资格。不过票力赢质疑是为了民众党高虹安量身打造。我不认同它成为高虹安的条款，因为它是一般性的对于轻罪者维护他的宪法保障的选举权。尊重立法院大家的一个讨论，最后的一个决议，它并不是针对个人，而是一般性的通案的这个处理。高虹安有昨领助理费案2审改做伪造文书罪，判刑6个月。民众党认为伊真有可能换予社会劳动，尤其面对年底地方选举要到啊，反对民众党的提案。那也敢表示，该修的法也是会选择正确的。等于宪法保障人民参政的自由，还有相关的比例原则，这是必须要谨守的，不是哪一位执政者肆意妄为的来剥夺人民的参政权。选罢法它影响的是谁有参选资格，那民进党认为这样子的一个资格的设定必须要严谨，也必须要一致，不能够为特定的政治人物开后门。内政部表示，选举前无应该着急修法。法务部指出，法官的判决敢若会如期换刑，像讲一颗罚金的计算标准，执行检察官才会当稳准，是毋是换予社会劳动？提醒若是换刑甲参选连结，实务上恐怕会予检察官卷入政治争议。记者采访报道。中南部是已经落几落天的大雨啊！苗栗大湖苗61线往向林，今仔日早起这山壁是放落来，加载无人着伤。
原来是咧要举办爬龙船比赛，中华鹿港福禄溪水路拢是本色，阁有2只龙船海起，工作人员是当咧无用修理。另外，屏东高树的广兴川是因为水透白哩，规条路拢是土水。山坪头石崩塌，甲路拢陷去，电话条嘛倒去，当机具赶紧清运，毋过顶悬的土石也有可能阁落来。为空翕镜头看起来，真侪土山石头，那亲像土石流为顶悬出落来，山壁塌一大坑。连续落大雨影响山区土石松软，苗栗大湖乡苗61线向林段往泰安的方向，12透早规大片土石崩塌，相关的单位举报，赶紧来抢通，好甲再无讲到人甲车。现在公所这边已委请厂商全面进行抢通修中，请用路人呢避免行驶该路段。公所是讲，崩塌是顺向坡，若雨过来可能会搁崩，提醒民众爱注意山区的路况。若是伫要举行的5日节龙船赛的中华鹿港场地如苍苍，2只龙船伫福禄溪内，差不多互本数大水叉甲树尾陷去，其中1只搁变去，工作人员赶紧入去场地清理。因为这几天雨水冲刷，造成龙船翻覆。哦，对，就是说垃圾很多嘛。对，垃圾很多，挤压，然后工作人员真的是很辛苦。南部屏东持续有一阵啊一阵的大水雨，高树乡的广兴川因为乡雨伤大，排水系统未符消透，路面拢变黄色的土霉水。超亮的，我们这里属于山坡地的地形，水流速度快。好啊，在大雨来得紧去嘛紧，雨完好了后，水慢慢啊消透。另外，伫台南中西区的洪神庙，在暗时蜜风开45度，举办平安宴，无想到去拄到大雨规工度，真正变做流水式。也有百年的青仔树，好亲像因为连续落大雨，土松软，阁未堪咧雨水冲蚀刷倒去。好啊，在当时无人经过，无造成人员伤亡。记者综合报道。4月初，高雄有民众是去美容诊所用水果霜挽面，要互伊的皮肤较紧骨的。不过，算是规个面若像起火火，烧着规个拢是黑斑。高雄市卫生局去稽查，发觉讲过期的水果霜化妆品，落尾阁查到讲这化妆品的业者无代理商的资格，拢是家己做的，假做进口货，甲这过期的成分装改票卖互诊所。业者非法的所得是超过2600万。检方也甲法院申请羁押性感的负责人。相片内底陈小姐对额头到嘴皮拢是亲像火烧皮的黑斑。陈小姐4月初去高雄一间美容诊所做水果霜挽面，原底是为着要变水，煞差1点仔就毁容。卫生局去稽查医疗过失，毋但查到诊所用过期的化妆品，进一步查产品来源，发现代志愈大条。因为化妆品业者根本无代理商的资格，你是家己制作了后，假做进口品去卖。业者未经核准擅自制造行为，已违反化妆品卫生安全管理法第8条规定，本局依同法第22条处新台币2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并命业者立即下架回收。除了对化妆品公司罚钱，卫生局也甲姓严的负责人移送地检署侦办。检方车站发动敲锤，伫咧工厂发现真侪化学原料甲混装的空罐啊。检方表示，业者代理一间美商的保养品，毋过96年了后，都毋捌阁甲原厂进过，卖手竟然甲囤甲过期的货底重新混装，改票啊摕去卖。佮伫咧无得到原厂的授权之下，家己生产化妆品用英文的票啊，加做进口货币。检方初步估计，对111年较大不法所得超过2600万。严姓负责人涉犯加重诈欺、妨害农工商等罪嫌重大，并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于11日向法院申请羁押。当这个产品已经是过期的，或者是已经变质了之后，它做在这个病患的身上的时候，它的效果可能会不一样，说不定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状态，会造成医疗这个行为里面无法判断，然后对病人变成有一个坏处。医师表示，过期的水果霜因为功效恶暗酸，会造成医疗规定的失角擦。检方强调，目前知影有3间诊所受害，是毋是有其他受害者，佫需要等待进一步的调查厘清。记者郭家祖、邱兆阳、高雄场报道。地方消息来看，新竹的湖口昨早起是发生一件车祸，是一个失联的移工驶车经过湖口国小附近，向红灯弄到一对骑乌多摆无仔。这个移工是无合法的身份，所以讲出代志了后，就紧叫因朋友来打。落尾警方是调监视器，才抓到这个失联的移工。
画面中骑奥多拜的妈妈载查某囝要去学校上课，车顶着准备通过路口，错弄红灯车速真紧的轿车弄着，两母仔囝弄甲飞起来受重伤。但是发生伫拜四早起7点，新德县湖口国小附近的路口，目前查某囝已经清醒，妈妈又搁咧急救。因姓失联移工驾驶自小客车沿八德路2段闯红灯，碰撞至路口机车待转区绿灯起步之蔡姓机车骑士。蔡女及其乘客将女伤势严重，送往林口长庚医院。警方指出，弄到人的驾驶因为是失联移工，出车祸了，甲车等伫现场，人就追走，佮找朋友去帮伊担责任。落尾，警方是调监视器，找出相关证据，抓到人。因嫌害怕失联移工身份，而通知潘男到场向警方谎称为肇事驾驶，自己徒步离去。所幸警方细心观察，积极调阅行车记录器，始遭警方破获。而循线查缉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警方表示，肇事逃走已经犯刑法，佮叫别人来担罪，罪佮加一条，全已经移送法办。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海巡署男队分署车牌是接到通报，讲有一只东港籍的渔船啊，因为总电盘小气失电，掉伫咧高兰片东南边的海域。海巡是派巡护9号去救。用小艇载人一路由恒春高雄的海巡甲人送回来，船顶7个人拢总平安。海巡人员坐上巡护9号小艇前往救援失电的渔船。这只东港籍的渔船船顶有一名台湾籍的船长甲6名外籍船员。车牌因为总电盘小气失电，船顶的雷达路径拢无再调经，掉伫咧鹅銮片东南方海域袂顶袂动，赶紧甲海巡救援。海巡先就近派游船斗3工，同时派巡护9号去介护。11早起甲渔船会合，因为规只船已经完全无电，通讯设备嘛失效。海巡派人提无线电去伫船顶，透过无线电甲巡护9号保持联络，一路介护往屏东西。本队356白艇借护渔船。失去电力，无法度用电子设备来带领方向的渔船，就亲像车门器共款，伫咧茫茫大海相当的危险。巡护9号一路介护渔船来到鹅銮片东南方海域，就交过恒春甲高雄的海巡队来接手介护。12下半暝3点外，总算平安回来到东港。海巡表示，这礼拜受到方面甲西南风的影响，南部海域的风景真大，也个即个救援加强困难。调派巡护9号驰援，并由海巡人员登船协助通联、引导航行、借护伴航。后续由恒春及高雄海巡队4艘35吨级巡航艇接力借护。巡护9号伫咧完成介护任务了后，就随国投入台湾海域的巡防工作。这阵啊，中国的海警船定都来搜礁东部海域。顶礼拜六，巡护9号才伫咧东沙海域赶走一只。海巡署强调，海域的主权有关台湾国家安全，海巡绝对袂退让。记者柯兆阳屏东采访报道。嘉义大拿是开4500多万，要甲台一线中正路甲中孝路两边旧的人行道拆掉做新的。这阵时间过偌久，这在地人煞是真不满，讲公所无开说明会着时间，关机落差造成因的车拢无法度停入去车库。坐轮椅的长辈若要出门，就爱人斗牙，影响因的生活。时间很长，当咧拆旧的人行道，涂骹拢是喙齿的土石。这互边的居民是真困扰，因为无替因用便当，互因逐工出门拢爱行这种拢是喙石仔的路，路长辈因为惊受伤，已经4天无法度出门。阮拢80几岁啊，阮足无方便的啊，哪迄个咱厝互阮过无啊？我们也跟他要求说，你可不可以找一块地方，小甲阮摊的，阮一旦出去嘛较安全，嘛要行嘛较好行。通通不理不睬。除了当咧时间的所在，已经完工的人行道嘛，互民众来怨叹。人行道无做处理物件，关机落差，毋但互住户的车无法度停在厝内的车库。坐轮的长辈要落去人行道，阁需要大家来斗牙，实在是影响到生活甲生理。规间啊，赶老就做到，唔免讲规座拢做，无要紧。阮会当讲只要10个车安尼就当做。安尼阮是大家方便啦。施工的过程当中，的确很多的突发状况，那也请我们的科长还有我们的主办人员，如果有收到我们周边居民的反映呢，就直接到现场去做一个处理。大拿镇公所开4500万，伫镇来做人行道的改善工程，煞造成附近住户的不方便。
电工所就表示，工程进前有开协调会，嘛有按照规划设计的时间，造成住户的无方便真歹势，会过来举办说明会，了解民众的需求。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股今仔日是国起1019点，徛起4万4。今年1月到5月，平均逐天的成交是9400多亿，排伫咧全世界第5名。因为增加也有一寡证券交易商，甚至是买卖系统过样。不过专家也提醒讲，这后礼拜美国、日本甲咱台湾拢要公布上新的利率，台股起起落落，有关的真明显。随着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讲，上紧这个拜6礼拜会和伊朗签和平协议。拜四美国四大指数强弹，费半收盘大起7.91%，股礼拜5的亚股收红，韩国起4.63%，日股起2.81%，台股同款是表现真好，以44169点做收，大起1019点。这礼拜发行量加权国际指数的落幅差不多2%，就此的股票的总持单有到144.11条。后续来讲的话，可能还是会震荡，因为联准会的利率政策是在下礼拜4。那下礼拜在这个之前不管是升息还是降息，市场都有人猜测所以两极化的一个预测中可能就会还是有一些震荡。这礼拜加权指数就敢若一台失去控制的火车，这边因为汇半指数是落超过10%，加上台指期单日是落超过3000点，收盘大落1568点，拜日是惊落深反弹，收盘是大起1201点，拜三个因为美伊正数升温，大落1478点。拜四伫台积电收平盘，含外资卖超金额缩小，小可落76点。拜五因为美伊正数有可能来签和平协议，国起1019点。虽然最近股市震动的幅度到1000点，但成交量却无因为安尼就减少。证券现在因为成交量大，每个月这个经常性的获利都超过20亿。以前也不会想象说证券商每个月可以赚20亿以上。针对今年1月到5月的加权股价，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表示讲，1月到5月日均成交值是有到9459.12亿，整体市值是进一步到全球的第5名。国内的散户，伫经过最近股市是一日起一日都来了后，所以典型敢若是第4法人的散户资金威力，一大堆人进场来布局次大型的 ETF。对4月开始，虽然商务监管公司传出系统无正常的问题，市场的量各方面都很热络了所以大家系统的压力都很大。台资投资人若是有操作光管，嘛是要管控资金的水位来降低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区下园区半导体供应链专区今仔日举行动土典礼，总统热清到台积电董事长魏德嘉拢亲身参加。不过台积电即阵是去互2间美国专利公司搁侵犯专利。专家是分析讲，这是专利公司的手法，买专利了后提高未属实的讨保护费。面对这场官司，魏德嘉悄悄无回应。今天进驻的不是只有台积电，是产业链都进来了。台湾的半导体产业链未来会更完整。更形成一个国家队。总统热清到台积电董事长魏铁嘉甲国科会主委吴成文、产官学界代表，伫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专区12举行联合动土典礼，宣告半导体自路正式入来屏东。总统热清到嘛讲，代表台积电紧留台湾，对台湾的整体发展有真大的助力。不过各界嘛关心台积电伫美国卷入专利诉讼的案件。董事长怎么看侵权的问题？面对记者提问，董事长魏铁嘉无回应。即马台积电互2间美国专利公司指控，以上先进制停生产的晶片侵犯因持有的专利，案件等伫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ITC 审理。A 类的专利公司呢，就是利用这样的方法去收购大量的专利。那接下来当然就是要寻找目标，也就是他认为谁有可能会侵犯到这些专利。
那这一次的事件看起来就是他把台积电当成目标。专家讲，这是专利公司的商业手法，会先为业界买真侪项专利了后，再甲真业经相关公司交涉，那亲像疆土保护费。不过对采购进入关键阶段，案件嘛，互美国政界关心。真侪共和党议员是发函予 ITC， 要求执行美国专利权，莫因为台积电关键地位有特殊待遇。对台湾的企业，经济部是非常有信心的。对于在遵守专利这个事情，目前专案行政法法官一定6月做初步裁定，委员会可望伫10月做最终决定。若是认定侵权成立，上严重的一旦发布摆渡令，禁止相关晶片进入美国。专利蟑螂本身自己没有制造，基本上都是单纯要钱，因为他们懂技术，又有检索的 skill， 所以。观察过往台积电在打这个专利诉讼的时候，我们是有信心的。经济部智慧财产局点出，除了开钱买专利以外，大部分业界会提出专利无效技法应对。若是有方法找到伫专利申请前更较早发行，也是使用技术的案例证据，就会当免除争议。记者综合报道。今年1月，台美签署投资合作备忘录，政府是提供信保相关2500亿的美金，予企业来融资去美国投资。头一期的专款是已经有13亿7500万的美金。行政院的副院长陈立军是表示讲，上近7月初就当受理企业来申请。另外，美国半导体232关税也有3控1调查的部分。陈立军是强调讲，当咧往好的方向发展。请签署。今年1月，台美签订的投资备忘录内面，除了企业自主投资美国2500亿美金，政府嘛会透过信保帮助相关2500亿美金，加起来拢总15间公股和民营银行响应。第一期专款的规模各到13.75亿美金。募资的金额达到5.75亿美元，那加上国发基金出资的8亿美元。那首期的专款总计可以达到13.75亿美元。当各位去美国投资之后，大概一段时间呢，所有的生产啊、投资啊这些都上轨道之后呢，一定会有非常多的当地的金融业者来跟您提出一些非常好的金融服务方案啊。那当然呢，我们也不是弃妇了哈，我们也会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国务经济部掌握的资料，目前想要去美国投资的厂商，申请总额超过有350亿美金。公股国发会规划分5期来推动，按照会当做500亿美金的融资额度。行政院副院长陈立军讲，伊向书签了7月初就当受理申请，对台美关税谈判上新的进展。伊嘛强调台美双方拢伫落实 MOU， 那台湾、美国嘛开始执行对咱国的关税优惠待遇。美国高院判决并不影响232关税，包含汽车零组件包含木材以及木制品等，还有航空器零组件的优惠待遇已经生效了。如果美方要提出232半导体关税，我们希望能够先行完成对赴美投资企业零关税配额以及豁免清单的协商。而在这一项的沟通工作当中，政府会做企业的后盾。As Taiwan companies like TSMC, Wistron, and GlobalWafers become household nam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s will similarly understand, at a personal level, the value of the U.S. relationship brings to their lives. 针对美国最近推动的3控1调查，虽然讲上尾的税率和措施还要等美国确定，但是陈立军强调讲，美方肯认定咱伫 MOU 内面的具体程度，台湾则方列伫建议采取税率较低14国内面，迄是台美真正签的对等贸易协定 ART， 也是未来因应关税政策调整上有力的基础。记者综合报道。前民进党的秘书长、台糖公司的前董事长吴乃仁是牵涉卖地弊案。法院判伊就要赔台糖1亿7000多万，台糖是向台中地方法院申请管收，吴乃仁暂告案裁定管收，送台中看守所。吴乃仁因为属卖台糖的土地，就要赔台糖1亿7000多万，说是一直拢无赔。台糖申请强制执行，台中地方法院顶一日请台北具体说是找无人，引起泄露风险争议。昨吴乃仁主动告案，法院裁定管收，送台中看守所。来看这届监察委员任期7月底就满，总统府昨提出新名单，不过台北市长蒋万安说是表态废除监察院，这就引起伊的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的参选人沈碧阳质疑。
新朋友是认为讲，这问市情的议题蒋万安拢唔应，这阵煞是咧回应甲选总统有关系议题。第六届监察委员任期就伫咧今年7月3日就满，总统府10日公布29个监察委员的名单，其中议长被提名人是陈永兴，副议长被提名人是王英章。不过，台北市长蒋万安就表示，南北党团应该全部否决提名人选，佮讲应该废除监察院。现在不是讨论个别人选是否适合的问题，而是监察院存废的问题。我们看到监察院完全没有让人民可以幸福的作为，耳风耳入，民高民脂。我认为应该要废除监察院。蒋万安现在是台北市长，那我们现在问了很多跟市政有关的议题，他基本上都不会出来回。但他出来回的都是一些好像在选总统的议题，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其实是有一点奇怪的事情。沈碧荣指出，民进党顶一摆伫咧国会多数的时阵，就提出修宪委员会，国民党团煞无要参与。也那蒋万安最近是直接和要拼县市长的参选人斗阵出去，有票乌烟的气味是真高。不过，针对蒋万安废除监察院的主张，国民党立委表示认同，佮讲要改革的头一步，当然是进行人事冻结，会投反对票。第一步当然先进行人事冻结，所以在这我也宣布，我会对所有的监察委员投下今天反对票，还是要用宪政的一个手段呢，否则的话，现在根本不是在废除监察院，现在只是瘫痪监察院，让他们动弹不得而已啊，这个不是国家人民之福啊。曾水雄嘛进一步表示，各界对是毋是要废除监察院，确实有相当程度的共识。民进党团会保持开放的态度，不过必须按照宪政程序进行修宪，并不是政治攻防。若是透过人事方式冻结预算，也是太监的方式，让监察院无法度正常运作，敢奈让宪政机关失去功能。记者综合报道。日本友大的国会议员组成的下党派联盟日华议员懇谈会，这阵正式改名，合作台湾日本友好议员联盟，成员是超过300人，是日本的国会上界大议员联盟。会长是表示讲，首相高市早苗就任了后，台日的关系更较好，这阵是上好的改名时机。日华梗成立53年来，一直是促进台日友好、强而有力的发电机。不断推动台日关系稳健前进。特别甲日本国会上大下党派、甲台湾马籍团体日华议员懇谈会，2026年度总会录历史影片。总统赖清德感谢日华懇总是积极为台湾讲话，甲台湾甲日本的感情深化。也那同一天，日华懇嘛正式改名做日本台湾友好议员联盟，包括主持代表李义雄、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惠，拢受到邀请到场见证。会长高贵书发文指出，日本政府对台湾的交流机构，为2017年就改名做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日华恳伫咧几当前就已经考虑要改名，经过慎重建议了后，认为首相高市早苗任内是上好的时机，即马顺利通过，未来会甲321个国会议员斗阵推动台湾日本经济安保合作等等交流。另外会议当中，嘛要甲日本教科书当中可能会予学生误会台湾是属于中国领土的论述修正，列作是年度的重点。政治意涵的一个提升啊，代表这个日本更加重视跟台湾的一个合作。长期来对日华肯的部分，其实大家有时候会比较混淆嘛。此时此刻能够把这个名字改过来啊，那当然以后对台湾的一个支持更加有民意跟民愤嘛。学者就分析，台湾日本断交了后成立的日华恳，代表的是中华民国，反映迄时日本对台湾的理解。不过即马日本政坛甲社会拢较起话直接叫台湾，显示为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台湾有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了后，日本对台湾的定位有明显的转变。记者综合报道。为着响应2026欧洲台湾文化年，文化总会伫咧芬兰要举办第2届台芬文化节，邀请美术集团、民俗摇滚乐团、百合花等等去演出交流，嘛有规划市甲台湾的好食物，扩大文化外交。伫
DJ 如尼用电子音乐结合原住民歌谣的表演，现场的观众是听甲耳仔拍拍。这是今年咱台湾要起台湾文化节的表演者之一，这嘛是由咱文化总会伫云南主办的活动，打算4月11日要伫首都赫尔辛基举办第2届。文化总会表示，云南的重金属乐团是真出名，咱去年以金属乐高做主题，今年扩大音乐类型，有美术集团、壁配乐团等等团队的参与。阮是用摇滚、rock 加咱台湾的一寡元素，啊到做伙了后，就是相信因会有新的一个感觉。用大肠包小肠换黑香肠，那这样就代表我们可以长长久久。文化总会嘛表示，时到毋但有乐团的演出，还有宣传台湾食食的市集，要用音乐甲好料，希望会当用台湾文化做外交。另外，外交部部长嘛宣布，台湾甲芬兰已经正式签航空服务协议，未来台湾有机会会当促成直飞芬兰的航班。是用文化体验，所以呢，我们让这个商场的广场1秒变成台湾的夜市，带着我们台湾很有代表性的，比如说嘎鸡碟啊，或者是果干啊、咖啡豆啊，呈现台风文化节，这个 Triple F。那事实上，我们今年又推出的包括市集，那市集就太精彩了里面我想吃喝玩乐都有所以我也很期待了我们台芬之间可以早日直航。其实今年3月，到芬兰国会访问团来台湾拜访咱的副总统萧美琴，这是自1990年以来规模上大一届，嘛显示因对台湾交流的重视。为着响应2016年澳洲台湾文化年，文总嘛希望透过台湾文化节交流，让国际看到咱台湾。记者高真用谢桂林台北报道。高雄民生病院100年来天9日群聚疫情，卫生局今仔日下晡是公布5例本土，6月11日一个78岁的患者确诊了后，院方是扩大采检，发觉讲甲伊住共楼的病患还佫有4例，感染源爱佫查。卫生局是赶紧喷药消毒，也要求民生病院要爱管制，袂使佫收新病人。此次出现5例确诊个案，来源未明，卫生局随即启动紧急防治工作，匡列风险范围，溯源自5月27日起扩大采检，厘清感染源以及疫情范围。截至今日中午，扩大采检131人，目前没有新增确诊个案。78岁机票个案，5月29到6月7日，捌伫咧民生病院住院。6月11因为发烧、头壳戆佮冰白，转来看医生。卫生局即阵除了加强消毒，嘛要赶紧甲感染源找出来。来看台北甲高雄营总是逼出欠员工加班费的争议，营总是决定补发5天的加班费。不过工会是指出，院方毋但要求员工都爱提出过去的加班证明，佫有真侪亲像是敢若会当报1点钟以下加班费等等的限制。工会是要求营总重新协商，也呼吁卫福部、劳动部插手到处理。还我全额加班费，拒绝打折假补发。台北和高雄营总工会大声抗议，要求院方照实追溯专家的加班费。工会表示，过去营总长期积欠加班费，基层医术人员敢若会当由主管代替补加班，后来才改坐基层通用纸本申请。营总今年在办理追溯补发5年加班费，不过工会指出，院方毋但要求员工提出加班证明，佮限制敢若会当报1点钟以下的加班费，而且过去若有加班事实却毋捌报过，就袂当申请补发，这是明显违法的。侪人因为这寡无理佮严格的条件，袂当补清加班费，会要求我们提出其他的佐证，因为我们的劳动事件法第38条就说可以以刷卡事件证明，但是却有主管会有担忧不实申报的问题，担心会有连坐责任，所以在申报过程中，许多同仁就干脆不要申请，因为既然你们都说我要佐证，我5年来哪来的佐证？工会这边最大的诉求，其实基本上就是希望退辅会所公告的这一份有问题、有争议的5年加班费追溯的公告可以去做修正。那另外希望院方能够尽速的实质的跟台北荣总企业工会这边做实质的那个协商。过去台大病院工会嘛捌因为加班费甲病院劳资协商成功，北营工会呼吁院方会当参考台大病院的做法，建立过去5年的电子签章系统，互员工查询，甲以病历和护理记录当中的时间来做工作事实的证明。台大病院工会嘛出来声援，呼吁院方用团队顶协商，尊重基层的意见。
查阅的系统，那就可以相对的去辅助所谓当时还原当时的工作状况。那现在荣总这边医院的做法是，我既不给你这些相关的资料，又要你员工来举证，好，然后最后搞的是什么？就是公文卡在那里，公文被推荐，公文被驳回，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台北营总是回应讲，一切是依法行政，不过审核加班费需要作业时间。工会是要求营总应当爱重新协商，修改对缩加班费无合理的制度限制，互员工会当申请到专家加班费，嘛呼吁卫福部甲劳动部介入，清查病院的加班乌数，落实劳动检查，也佫有工时的管理制度。记者卢尚珠、林晓凯台北报道。镜头来看中华花坛第74架线甲东外环道路附近，对于空气数年到今已经有3只石虎去互车弄死。公路局即阵伫咧东外环8.5公里的南北边搭340米的防护网，望是会当引导石虎行桥骹，则袂去互车弄着。石虎摕伫快速道路边啊，已经明显死亡。这是2024年4月伫中华花坛第74架线发生的石虎落杀事件。想袂到2024年7月，搁再发生第2件石虎互车弄死的意外。经过保育团体甲公路局同齐参详，决定设防护网，避免石虎因为过车路发生落杀的意外。伫迄个网仔头前坡遐有一只石虎去互车弄死，啊，甲斜对面遐嘛有一只石虎去互车弄死。小可较远的，较我山区一单仔尔，伊遐嘛有一只石虎去弄死。其实伫花坛都差不多有3只石虎去互车弄死。边啊，石虎较有可能冲出来所在先用围网仔来冻结，但引起讲譬如讲水沟坎还是崩坑会使过所在保育团体表示，花坛第74架线东外环附近，为2024年到今，已经发生过3件石虎落杀事件。即阵公路局决定伫东外环8公里附近，上北甲落南的路段设防护网，希望引导石虎行桥骹，工程预计伫月底会当完工。台74甲线的8.5K 道路正手边和倒手边拢有设，啊一边做170米。目前也咧施工当中，为着要保护这个石虎，所以做这个是有真大的帮助。保育团体指出，中华地区的石虎主要出现伫八卦山的浅山、毛路溪、乌溪附近。第74架线这边有地下山水，可能是石虎会来遮生态的原因之一。除了落杀，因也发现有袂少龙洞狗，也会威胁到石虎的生存。除了会继续监测石虎的活动情形，嘛希望透过防护设施甲栖地保育措施，互石虎会当有更较安全的生活环境。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世界杯卡球赛头一战，地主队墨西哥探赢，球迷拢真欢喜咧庆祝，连这92岁阿嬷也激动咧拍扑啊！一直注意这大电视的球迷看到赢球，大家拢真欢喜，在场各队随甲走起来咯。2026年 FIFA 世足赛开始，在日头早顶开头一场比赛，由地主国墨西哥队对战南非队。伫墨西哥队踢入第2球了后，球迷欢喜甲像伫咧过节日同款。Es una sensación, nunca había cantado el himno nacional como lo canté el día de hoy. Se siente, lo llevo en la piel, ve, se lleva en la piel. Todos los mundiales somos locales y hoy es nuestro mundial. 墨西哥城西北部社区有一个已经92岁阿嬷，是当地上侪岁卡球迷。尽管已经袂行，开幕赛要求查某孙带伊到球卡来看这比赛转播，为国家队来加油。一直看到比赛胜利，伊真欢喜，对人一直欢，一直拍破啊。Ya tenía mucho de no ir a unos partidos de fútbol y usted cree que me iba a perder el mundial, pues no. Es así, de ese grado de fútbol. Ya lo traemos en la sangre, más los mexicanos. 相反出现这庆祝情形的有南韩，南韩伫瓜达拉哈拉举行的 A 组比赛内底，以2比1全胜利拍败一球。入球的迄当时，互袂少球迷欢喜甲拢跳起来。公视新闻，但是东编译。韩国的美容上界出名，甚至是带动观光。2025年，外国游客超过200万，去做美容的是上界多。不过，这医疗纠纷这4年来也增加要10倍，非法的中人抽大条空米箱的案件非常多。
美国来顾客伫首尔甘南区的医美中心接受镭射拉提疗程，像伊这种为着医美疗程来到韩国的游客是愈来愈多。顾客表示，韩国美容介绍比美国上2倍到3倍。新的医美趋势嘛，为传统的整形手术转向非侵入性的疗程，短短几工内就当互家己有上流行的 K-Glow 韩式发光肌。 I started from K-pop, the music, then I started going to dramas, then variety shows, then the culture and the food, and then to beauty treatments. 韩国操作 K-pop 流行文化产业化的野心，伫医美领域同款展现甲明明。2009年，韩国政府以国家级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全力拼医疗观光，用有竞争性的介绍、先进的医疗技术，甲多国语言翻译服务，打造医美王国。如今已经开花结果。韩国保健福祉部4月的数据显示，2025年有201个国家，大约201万的国际患者去到韩国 治疗人数特别是2004年117万的2倍，其中超过一半是伫皮肤科甲整形科接受医疗服务。 I just think Korea is doing a really great job in many areas, not only in skincare, but it shows as a community that you guys work really hard, but we feel safe coming to this country for our face, you know. 최근에는 인바운드 방한 관광의 컨셉이 한국의 라이프 스타일을 즐기자, 그리고 그 안에서도 K-뷰티에 대한 관심이 많고 피부과 시술을 같이 병행하자는 수요가 하나의 뭔가 핵심 콘텐츠처럼 부상하고 있어서 피부과를 중심으로 한 의료관광 수요는 계속해서 증가할 것으로 보고 있습니다. 不二个伫医美旅游风气的背后，冒风烦恼的所在。根据韩国保健产业振兴院提供的数据，相关消费争议甲医疗纠纷伫短短4档内日头增加较啉10倍。若非法中人抽成趁暴利的个案嘛，一直拢有。为约限制看韩国的 K-pop 到流行医美的 K-beauty， 韩国展现文化软实力变现金的强大能力。不过，跨国医疗背后常常有语言隔阂甲潜在风险，对三线 K-beauty 的游客来讲，追求俗搁有局的同时，更加应该将医疗安全当作无法度妥协的底线。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古巴过去是加勒比海一带观光客真爱去的所在。2019年外国客超过400万人次。不过，即阵受到美国制裁，观光业已经强要崩盘，观光客唔来，经济就愈青惨。 观光巴士停伫广场边啊，在等乘客，但是车顶煞差不多拢无人。过去闹热的哈瓦那古城区，即马是店甲真恐怖。那餐厅露台拢无看到人，加到音乐演奏的表演嘛无观众。En este año ha bajado mucho el turismo, ya no se ven los turistas, muy poco, algunos aisladamente y eso. Entonces eso ha dado motivo de que casi todos los negocios 根据古巴官方的统计，今年甲当国际旅客敢若32万外人，无到去年同期的一半。观光客无去，或者在私人的餐厅和民宿嘛，拢对咧关门。El turismo en Cuba siempre ha sido uno de los sectores que ha aportado más a la economía cubana y es uno de los sectores más afectados debido a las sanciones impuestas por el gobierno norteamericano en Cuba. Del gobierno norteamericano, pues todos los grupos los perdí. Prácticamente casi todos los grupos fueron perdidos porque las personas temen visitar Cuba. 若是游客无来，外资嘛加速撤离，包括西班牙和加拿大航空等真侪经业者小连续停飞，国际饭店集团嘛缩减甚至退出古巴市场。Una se fueron ciertas compañías turísticas y lo otro es que es cero la entrada de turismo acá por la falta de combustible y se encarece al entrar por un tercer país. Eso muchas personas no lo aceptan y prefieren ir a otro lugar. Sumamente en baja, muy baja. Casi no tenemos turismo. La entrada de cruceros que ya hace buen tiempo no entran a Cuba, que era uno de los sectores fundamentales acá en el turismo. 除了欠燃料和交通无法度运行，包括 Visa 和 Mastercard 在内的金融服务断去，目前一步互困境是搁较严重。美国政府强调，制裁是为了逼古巴的政权改革，即使这场政治角力是造成经济上的冬天，但是制裁袂掉的，恐惊嘛是第一线，敢若想要救生存的古巴的民众。公司新闻林义主编译。英国一间新创公司按算今年热人伫咧伦敦推出自动驾驶客停车。不过，因为伦敦的路真复杂，行路骑脚踏车的人也真多，自动驾驶敢无法度判断是真大考验。
驾驶伫确认后壁敢有车了后，双手就放开，互车家己运作。这就是英国新创公司 Wave 开发的自驾计程车服务，由 AI 控制车内所有的系统。目前已经进入最后测试阶段。Wave 表示，因已经做好准备，要参 Uber 合作推出服务。若准一切顺利，伦敦市民为今年热浪开始，就会当叫到由 AI 自动驾驶的计程车。Expected, yeah, drive is really smooth. Like acceleration, deceleration, brake is automatic, so it's really nice comparing to a human driver who will brake suddenly and all that. Wave 伫英国的竞争者包括 Google 旗下的 Waymo， 佮有来自中国的百度。不过，若准今年 Wave 顺利推出服务，会领先两个强大的对手，争做英国的头一间。目前伫美国甲中国都已经有自驾计程车的服务。不过，对业者来讲，要伫伦敦营运的挑战特别硬斗。伦敦真侪行路真矮，佮毋是直的，一个无细致就可能发生车祸，嘛考验系统的精准度。To underscore how complex London is, we have 20 times the amount of road construction as San Francisco and more than 10 times the number of vulnerable road users, so think cyclists and pedestrians. This means that Wave is learning on some of the most complex and hardest streets first before we go and expand. 为着求保险 ，Wave 按算一开始会先配一个真人驾驶，负责伫失控的时阵把车救回来，等待 AI 累积够假的资讯，才放手互系统家己跑。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美国国家海洋大气总署宣布讲，在大太平洋已经形成圣婴现象，真有可能年底就发展做超级圣婴。全世界高温、火烧山、造大水的灾情会愈严重。美国国家海洋甲大气总署 NOAA 6月11日已经确认，过去一个月圣婴现象的条件已经形成，热带太平洋海面的温度已经比平均阁悬出0.5度以上，而且伫今年11月到明年1月期间，有63%的几率会发展做极强，也是超级圣婴现象。We know that the ocean, what we call the ocean heat content or ocean temperatures from the surface below, when those are strongly positive and consistent and across the whole basin, we know that's a pretty strong precursor to an El Nino event. 科学家预测，这届圣婴的强度会甲1997年圣婴现象差不多，甚至会搁较强。迄当阵圣婴现象捌因为热流、造大水、可汗、加利亚风甲火烧山，造成数十亿美金的损失。And why do we want these forecasts? Because El Nino alters the climate and weather around the world. Yeah. It changes the probability of hurricanes, of typhoons. It changes the probability of drought and flood in a number of parts of the world, of heat waves. And it even alters the globally average temperature. 圣婴现象已经陆续伫各地展现。巴基斯坦南部的圣德省6月11日气温已经升来到51度，部分地区甚至阁来到52度。东南亚的印尼，当地的农民也着面对圣婴现象带来的可汗的灾情。欧洲的斯洛维尼亚北部也受到强烈风暴的侵袭，损失可能超过数千万欧元。I mean, one of the obvious impact that we really see during El Nino years is the increase in the global mean temperature. So when you have more, increase in the temperature in the background, that could potentially lead to the extremes. So we can feel maybe more heat waves and maybe some stronger rainfall events. 全球真侪气候科学家已经预测，因为这场预计伫个秋天也是寒冷，来到上严重的圣婴现象，有可能会有延迟的效应。所以伫个2027年，可能会真做是有记录以来上热的一冬。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天气玻璃仔，做伙来看卖。北部地区23度到29度。中部地区23度到32度，南部地区24度到32度，东部地区24度到30度，外岛地区23度到29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